潘佑给刘昶的这封信写得极好。他立论南汉对宋用武不治，指出自古以来，不论大小强弱，而必须一战者，不外4种情况：第一，是父母宗庙之仇不得不雪；第二，是彼此皆是乌合之众，唯有一战，以决存亡胜负；第三，是敌人步步进逼，而又无路可退；第四，是对方已现败征，而我有进取的机会，值得一战。而今南汉举兵侵入宋土，什么也不是。南汉这一战，实在是没有必要。不过你看，通篇骈散兼行，讲事理论形势，写得头头是道。论才气，还是潘佑第一。是写得好，可要是刘昶不答应呢？自然还要再劝，这要极力斡旋。可是您的话一次都用尽了，下次要用什么措辞呢？您可没有继续游说的余地了。朕一直以为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才是尽到朋友规劝之诚。经你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了朕。朕是应该亲自写一封短简，这样才能显得出朋友之间的真情感。国主，您还得派一个精通闽粤方言的内侍官，带着江南的绫罗绸缎和您的亲笔修书，这样他看到您的诚意，一定会同意的。你说的对。哎，刚好厚德就懂得闽粤的方言，不如派他去吧。好啊。那朕这就回诚心堂写这封短笺。皇上多久去一次永乐宫啊？回晋王，其实皇上也不一定，1个月顶多去3、4回，而且大多数时候只是听花蕊夫人念念书，不过有时候会待到天亮，但很少。哼！臣弟参见皇上。你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李继勋败了，朕实在想不通。小小北汉弹丸之地，兵微将寡，竟迟迟不能攻克。对他用牒，不曾收功。我大军讨伐，又吃了败仗，这可是朕的奇耻大辱啊！皇上，您的意思是？朕要御驾亲征。皇上，这……黄奕，朕要你留守京师。北汉这几十年来，数易其主，投在契丹人的怀中，助纣为虐，屡犯中原。朕要是不能一举收复北汉，就枉为大宋皇帝了。皇上请放心，若是臣弟留守京师，必可使皇上无后顾之忧。好，广义，朕就托付于你了。是，臣弟遵旨。哎呀，靖王。哼，夫人，怎么看到本王连头都不肯回啊？本王长得真那么难看吗？啊？见过靖王。花蕊夫人，你别以为你得到了皇上的宠爱，就可以得到他的庇护，啊？你只不过是个降妃，你逃不掉的。大不了一死。死？哎呀，好啊，幽冥两隔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逃避方法。只是本王想知道，你用什么方法死啊？是3尺白绫，还是要下毒啊？哦，本王想起来了。哎，有一种药，叫做千机药，喝下去以后，不到1个时辰，四肢便会像用滚烫的水煮虾子一样蜷缩在一起。哼，这种死法可不比上吊吐舌头好看呢。啊，本王手里倒是有这药，要不要给你一些？哈哈哈哈哈！
人，靖王他……这种人根本都不要怕，他想怎么样随他。好。哎，夫人，来，快坐下来陪朕一起喝嘛。哎，夫人，敬你。哈哈，朕呐，最喜欢吃的呢，就是你亲手做的菜了。不管是白斩鸡还是红烧狮子头，都有你独特的用心呐。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好的，蜀国最美味的是醉焖羊头和白煮药片，可惜这里没这些材料。哦，如果夫人思念故乡的东西，朕可以吩咐内侍，让他们去想办法，替夫人从蜀地弄过来。不用了，谢谢皇上。朕明日就要御驾亲征了，快则几个月，慢则可能会更长些。此次出宫，必定是一段漫长的时日啊！夫人千万要照顾好你自己啊！臣妾会的，请皇上放心。好，来，吃菜啊！来，多吃一点啊！公元969年3月，赵匡胤御驾亲征，伐北汉。受死吧，弓箭手！放箭！大战小心！皇上，王提义受伤了，快把他救回来！王将军，快！臣等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攻坚多日，太原城依然顽强抵抗。昨天陈承昭他就提议引汾河之水灌太原，你们认为如何？水淹太原，妙计啊！汾河之水水沛流急，奔涌宣泄，一旦灌入太原城中，就如亿万猛兽一起闯入，岂是千军万马所能比啊？赵大人说的没错，皇上，太原城防守严密，我军如果强攻的话，北汉人必作困兽之斗，即使能够攻入，恐怕也是损兵折将。水淹太原城是条好计。好，那就筑汾河大坝，拦蓄汾水，准备水攻。是。晋王这武官没事，不
不用画了，就这样挺好的，这样更有意思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郭贵妃让人给您送来几本书。郭贵妃，夫人，郭贵妃对您这么好，我们以后在宫里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小的张德军见过夫人。公公有什么事吗？哦，这个月的月例银子下来了，请夫人派人跟小的去领。小玉，你跟公公去吧。是。好，走。往哪儿跑？啊？花蕊夫人，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的。跑啊！看你往哪儿跑！皇上去伐北汉了，他不在宫里，现在没有人能来救你了。这回你是我的了。好啊，往这儿戳，来啊，戳我呀！来呀，戳呀！哎呀，好一个贞洁烈女子！我告诉你，你要寻死的话，本王就告你个阴谋造反、畏罪自杀。到时候你们孟氏族人全都跟你一样，个个都得死，都得死！怎么样？啊？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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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夫人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怎么会弄成这样啊？夫人。启禀皇上，东西班都指挥使李怀忠为国捐躯了。啊！李怀忠和数名兄弟驾着小船，带着烟硝膏油向太原城南门冲去。
他们原本打算焚毁城门，引大水灌城，孰料汉军在城楼上一阵乱箭齐射，李怀忠及弟兄们全部罹难了。皇上，我等不攻下太原城，誓不生还。皇上，请下旨让臣等再攻太原城。皇上，请让臣等驾舟上阵，替李怀忠报仇。诸位，你们都起来吧。你们全都是朕情同骨肉、休戚与共的好兄弟。朕已经失去了史汉卿、王廷义、李怀忠等大将，朕宁可不要太原，也绝对不能再让你们去冒险了。皇上，起来吧，皇上，都起来吧，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吧，快起来，起来！皇上，太原城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，早知道它固若金汤，可是没有想到连水攻都无法动它分毫啊！皇上，水攻是到此地才想出的办法，我军准备不够充足，兵多粥少，才受到了限制。如果我军战备充足的话，末将相信也不至于此。皇上，臣有及时禀报，最近军中已有数百名士卒上吐下泻，臣怀疑有疫病流行。疫病？你可曾到其他的军营查过吗？有，臣每日诊病，发现他不是单独的个案或食物不洁引起，而是有疫病正在蔓延。河水飘荡，尸体很容易腐烂，确实容易爆发疫病啊！医官，你说，我军中所备的药材可还充足？现在还可以应付，如果疫情扩大，那就成问题了。皇上，臣李光赞斗胆提议，请皇上暂时班师回朝，以后寻机再谋攻伐。这一夜，宋太祖赵匡胤彻底失眠了。他深悔这次进攻北汉的孟浪和轻率，他估计太原城旬日半月之内难以攻破，劳师弥饷，又加时疫爆发，无可奈何之下，只好下令班师回朝。这是他登基以来唯一一次的大溃败。宋太祖感到非常懊恼、沮丧，然而他并不知道，他久攻不下的太原城，就在太原人排放城下水之后，浸泡了多日的太原城墙，在水退后，反而自动坍塌了。剑马，这皇上要回来了，小的担心。担心什么呀？剑马，这是小的把小玉支开的，小的担心他会告诉皇上。剑马，那小的这脑袋可就不保了呀。你还真是胆小怕事啊！你放心吧，他只不过是本王的笼中之鸟。哎，你这么一提醒，本王倒是想起来了。虽然是笼中之鸟，可是困久了，难保它不思变呢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回头派人给我送点礼过去。是，剑马，听说这次皇上没有攻下太原。皇上御驾亲征都会输，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皇上是大不如前了。礼物白银3000两，如意4个，黄金600两，绸缎5匹。夫人，这些东西都是晋王让小的送来的，夫人收下吧。张公公，你都帮我退回去。夫人，晋王交代了，他说会对孟氏族人特别的照顾，请夫人不用挂心。
夫人，小的这儿也有扶桑国进贡的东珠一颗，请夫人笑纳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夫人，小的是希望您在皇上面前替小的多美言几句。您有孟氏一族，小的有一颗脑袋，这都是命啊。再说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小的也不配拥有。夫人，小的告辞了。夫人，他们动不动就拿孟氏一族的生命来要挟我。总有一天我什么都不管了，谁死谁活我全不管了。夫人，既然这样，等皇上回来，你就应该把靖王的兽行告诉皇上，让皇上来惩罚靖王啊。他们就是想要我的身子吗？要是真的能够救孟氏族人的性命，就拿去好了。夫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，夫人。刘昶还说了些什么？国主，刘昶态度傲慢，说我们多事。南汉这岂不是要自诉其祸？刘昶敢兴兵，是依仗着依山阻水的地利。他说他北有五岭，东接大海，西面山高水深，路途崎岖，说宋军到不了他的属地。又说他战胜，进可取中原；战败，大不了犯巨州、扶沧海。至少不会落得像孟昶一样的下场。刘昶暴虐寡恩，真到他兵败之时，朕不相信他身边会有多少忠臣义士，能够让他如意地带着他的后宫妃子泛巨州、扶沧海，简直痴人说梦话。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刘昶自不量力，狂妄，目中无人。国主动之以情，他并无自省之意。臣以为应该正式行文给他，点醒他，甚至应不惜以绝交，迫使他认清现实。国主，要不臣把以前的信重新修一修，把刘昶心里的如意算盘给说破了吧？好，叫他不要一意孤行。是。国主，潘大人给南汉的信改好了。当其人心疑惑，兵势动摇，岸上舟中皆为敌国，忠臣义士。潘佑这几句话，我们在背后骂骂刘昶可以，可是写在信里会不会太重啊？国主，当初您写的轻，用真情待他，他也不理人呢。当初朕听嘉敏的话，没有正式行文给他，结果换来刘昶傲慢无礼的回应。这个人说轻也不是，说重了又不妥。这轻重之间实在难以拿捏。要是昭惠娘娘在就好了，她可以给您提一点娘娘。嘉敏，国主，天气冷了，臣妾给您熬了点鸡汤。你真好，来。裴公公，你又在国主面前提昭惠娘娘了。我就爱提，怎么了？好香啊！国主，这是怀炉，您收着，可以暖暖身子。嘉敏，你真好。国主，对不起，我的建议让您白忙活了一场。是刘昶蠢，朕以朋友的立场奉劝他，可是没想到他不听，这是他自找麻烦。嘉敏，朝廷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朕会处理的。
是咬娘。哎，娘娘，佳敏，既然来了，为什么要走啊？你是姐姐最好的朋友，我想你一定会很怨我。曾经，我是对你有怨，我无法谅解你为了个人的私情而让娘娘这么伤心，甚至我也怨国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离开宫廷的原因。可是娘娘过世这么久的这段日子以来，我反倒要替娘娘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陪在国主身旁，我真不知道国主要怎么熬过这段日子。其实我没有你说的这么苦。姐姐走之后，我天天看到国主为国事操心，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要是姐姐她还在，她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觉得自己好愚蠢，好笨。我真的好想姐姐，我知道国主她也想姐姐，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彼此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，甚至连内心的惶恐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别人去说。我真的好害怕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。佳敏，都过去了，别再自责了。你必须原谅自己。过去的你，那么有信心，那么勇敢，像棵忘忧草似的，喜喜乐乐，无忧无虑，让国主多开心。佳敏，那才是你啊！当初国主被吸引的，不就是这个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，所以每个人帮国主的方式也不一样。你让国主开心温暖，国主的烦恼消除，自然就生出信心。这比你帮他出主意更有意义，不是吗？你有别人不及之处，你应该把过去的那个你找回来才是啊。娘娘已经忽视了，你也成为了一国之后，再多的挥霍追忆都没用。你只要天天开开心心的，让国主无后顾之忧，就是帮国主了。那你还会回宫里吗？我不是要求你，可是我也知道国主她也希望你回去。我这次来是向娘娘报礼的。娘娘有遗愿，要把霓裳羽衣曲的舞步流传开来。我只有离宫到各地，才能完成她的遗愿。所以，
江南。离开江南，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随缘吧。娘娘把我当好姐妹，你当然也是我的好姐妹。夫人，皇上要回来了。夫人，你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夫人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夫人，你说呀。小玉，你说。夫人，如果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皇上就要回来了，你可以跟皇上说。见过靖王。夫人请留步。夫人，去接皇上。请借一步说话。怎么？难道你真想？告诉皇上你自己决定。你告诉了皇上，只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皇上最多把我给骂了，罚我几年的俸禄。不过还有一种，就是皇上圣驾荣归，恭迎皇上班师回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卿平身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看你脸色发白，你病了吗？你没事吧？是否在这里恭候皇上太久，累了？啊，朕不是说过了，不必相迎的吗？哈，皇上，您不远万里征战，一路辛苦，这是众人的一番心意啊。以后啊，就不必再兴师动众的迎接朕了。这种虚套的东西，能免则免，大家也不必这么辛苦。是。进殿吧。这几个月来，兴师动众，劳民伤财，最后却落得个无功而返。朕实在是太小看这北汉之地了。皇上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您就不要太在意了。哎，朕实在是后悔呀，没有按照当初筹划的先南后北的策略。朕
这次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南汉呢？南汉那边的事情解决了吗？这李煜，他现在被劝得如何了？啊，回皇上，南汉已经侵占了道州，而且迟迟不肯退兵。这李煜第2次派出使者前去劝他，可是刘长不但不予理睬，反而将使者扣在了狱中。立刻下旨给李煜，叫他复旨。岂有此理！国主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朕为他大宋办事情，我们的使者公慎仪被刘长扣在牢里回不来，他居然连慰问、勉励的话都没有，反倒怪起我们办事不力。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国主，这是南汉刘长他们自捻虎须、自找麻烦，就让大宋自己去解决吧，我们不要管了。你不懂。是，小的多嘴。这南汉虽然可恶，可朕也不想他被灭了。赵匡胤这次去北汉打了败仗，气没地方出。南汉要是惹恼了他，宋廷一定会发动战争。只怕到时候，版图上我们又会少了一个半。国主，您这么一说，小的懂了。佛祖原是释迦族的悉达多太子，从小生活在富裕的皇宫中。然而，当他渐渐长大之后，他认识到追求物质享受毫无意义，唯有以舍离为乐，以追求真理和永恒，才有真正的价值。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，他决定要肩负起比丈夫、父亲乃至国王更重要的使命。他的出走不是对妻儿爱的减少，而是对众生爱的增加。国主，这不是一个一无所有之贫者的出家，而是一个风华正茂、享受人间富贵之人的出家。正因为如此，佛祖才更加令人佩服。朕有太多世俗的责任和负担，朕是办不到了。国主乃江南一国之主，自然有推卸不掉的责任。不过，国主有佛的慈悲与智慧，一样可以造福百姓。那朕应该怎么做呢？请国主广造佛寺，弘扬佛祖诸恶莫作和众善奉行的2大基本教义，使人人能够修心而利乐人类有情。广造佛寺？是。国主，大师说的对，如果人人能够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的话，这个国家就不会有恶人了。有其国主，您有慈悲之心，臣妾相信全国百姓久而久之也都会有慈悲之心了。风行草偃，上行下效，自然就能改变世俗的乖戾之气。将政！你这个妖僧！现在朝廷财政困难，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，你不鼓励国主专心国事，竟然蛊惑国主花大笔的金钱广修寺庙、广招僧人，养着你们这批人。你带着国主躲在佛门的门槛里，佛门就能给国家庇护吗？佛祖会拿刀拿枪上战场杀敌吗？我警告你，你拜好你自己的佛，否则你连保佑自己都不行。韩大人，你这算是恐吓吗？没错，带着国主令佛皇政，你戕害的是全国百姓，是一个朝廷的命脉，是一个国家的存亡。你罪大恶极，要不是看在过去的交情，我都没有必要警告你。阿弥陀佛，那还真是谢谢了。小僧不过是个出家人，出家人能为国主做的不过是念经拜佛，替朝廷积福，为国主积德。哎，现在朝廷财政困难，国家危急存亡，那都是你们臣子的事。哎，你，韩大人，平时要求佛祖
替你保佑一家平安，然后财源广进。现在你又指责佛祖不能上马杀敌，你要佛祖做那么多的事情，哎，那要你们这些臣子做什么？你月月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佛祖可没拿。姜正，你假借佛祖敛财，企图掏空国库，腐化民心。如果你心中有佛，最好自我反省，否则，佛祖就在大殿坐着，你心里想什么干什么，佛祖都清楚得很。韩熙载，我做什么，佛祖当然清楚，可你呢？哼，没有德行，荒淫无度，夜夜笙歌。顾闳中画你一幅夜宴图，简直是不堪入目。国主让你看图自愧，你自愧了吗？哼！请国主把姜正这个妖僧抓起来。国主，您听信姜正的话，广建佛寺，崇佛厚僧。轻者是歹徒有可趁之机，披着袈裟为非作歹；重者有亡国之虞，成了有心人阴谋颠覆我朝最好的保护伞。国主，向佛学佛，应该从佛的慈悲中找到生命的力量，鼓励人有信心去解决问题，而不是靠佛的力量去做交换。国主，臣看到了危机，此人只会误国害朝，应该绳之以法。朕只不过是要推己及人，从我朝做起，希望能够推广到全天下。国主，您暮鼓晨钟，上行下效，大宋虎视眈眈，磨刀霍霍呀。您以您的敦厚来处事，可大宋灭金南，征湖南，攻后蜀，现在又准备伐南汉，而且又垂涎我江南。国主，我们只有先强起来，您才有机会传佛的慈悲呀。国主，您逃入空门求慰藉，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啊。生活在你争我夺的世界，有什么意思？一个心中无神、目中无人的人，就算让他得了天下，又怎么样？北朝五代，不都一一被换掉了吗？就算是宋，他又能恃强多久呢？韩老，朕知道你一切都是为了朕好，为了国家好。国主，姜正祸国，你一定要远离他。先不说这个，你如果真的是为了国家好，朕屡次要你入朝当宰相，为何你每次都拒绝？国主，臣老了，臣能力不足，臣告退了。韩熙载，停下！哎呀，韩老，韩大人，你怎么搞的？身体不好，年纪大了，还不知道检点，你这条老命啊，非得让你喝掉啊！我喝了一辈子的酒，能活到今天，我已经赚了。你这个老头子，只知逃入醉乡，你能不能振作一点啊？逃入醉乡有什么不好？酒真是香啊，总比逃入空门念经拜佛强多了。嘿，说人容易，你就看不到你自己的缺点。你懦弱，你没用，你起来！韩熙载，快起来呀！这个拿下去吧。怎么了？国主，韩老他
过世了。过世了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昨天夜里，韩老向来纵情喝酒，不加节制。他家人说他的身体早就不行了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前日还进宫直言劝谏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他喜欢喝酒，喜欢侠妓，生活不检点，不把自己的身体搞坏才怪。去通知陈乔和徐友，要他们好好替韩老办后事。是。朕赐韩熙载亲被入殓，追封他右仆射同平章事，废朝3日，以示哀悼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臣妾这几日只是有点风寒而已。好，没关系，你用不着服侍朕。朕只是出门太久，很久没有见到你了，想来跟你说说话而已。花蕊夫人有没有说出那件事啊？小的很仔细的注意过，花蕊夫人始终没有说出那件事。哼，那就好啊。晋王，小的该做的、不该做的都帮您做了。您答应我帮我恢复本家姓名的事儿，您看。你小子这事儿记得倒挺清楚的。不是，小的哪敢呢？只是小的就算跟晋王赊个账，以后还要听晋王差遣。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本王既然答应你，就一定做到。好，谢谢晋王。走吧。你叫王继恩，你怎么能够忍这么久啊？皇上，小的过去不敢说，是怕您把小的撵出去。时间久了，就更不敢说了。穷奢极欲，残酷暴力，真是骇人听闻呐！小小的宫廷，宦数多达1700余名，各色美女那是数不胜数啊。其中最得宠的一个来自波斯，赐名为媚珠。他为了讨媚珠喜欢，竟派人到海底去捞珍珠，死人无数啊！他还让罪人去斗虎斗象，剥皮剔骨，死状越惨，两人越是高兴啊！刘昶不但该杀，南汉也当罚呀！以酷刑虐待他人致死为乐，这种人不罚岂有天理？是。正好李煜，他所写的信函都送来了，那是他如何劝刘昶退兵，以及他们2人之间相互来往的密函，你们看一看吧。通篇骈散夹杂，铿锵有力。潘佑之词写得甚好啊！看得出李煜劝人息兵事大朝的话，全都是他的肺腑之言呢。皇上，臣弟倒觉得李煜有另外一种想法。有何不同啊？皇上，
您听听。夫称帝称皇，角力杰出，今古之常事也。割地以通好，玉帛以示人，亦古今之常事也。盈虚消息，取予翕张，屈伸万端，在我而已。皇上，这明显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李煜包藏祸心呢。他今日之屈，正隐含着明日之深。臣弟认为，应该尽快地铲除了他，尽快地伐唐。李煜所说的那些都是劝人的话，用不着刻意的引申解释了。不过朕倒以为，他对战事的后果，倒是分析得极其透彻。所以，朕认为他不会明知故犯，我朝不必对江南大动干戈。倒是刘长，他这么乖戾，咱们要伐，就伐南汉吧。皇上，伐南汉固然重要，但是臣弟认为，在战略上还是应该先伐唐国，取了江南唐之后，以江南为根据地，再伐南汉，这样才会使我军不至于长途跋涉，兵疲马困呢。可是李煜他有没有犯错？朕师出无名啊！可皇上，这可是国事，这是战略呀。娥皇，朕答应你的，一定会说到做到。朕绝不动武。朕期待李煜，他能够不战而降。但是李煜他绝对不能犯错呀，他不能有不仁不义不智的举动啊，这也是朕的底线。娥皇，统一天下，并不只是为朕，也不只是为大宋，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一劳永逸的福祉，是我炎黄子孙的责任呢。你会明白朕的，对不对？诸将听令。出兵南汉。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贵州道兵马行营都部署，郎州团练使尹崇科为副使，遣使发石州兵会贺州。是。臣等参见国主。宋廷出征南汉了。哦，这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我们。宋廷出征南汉，国主心里担忧，才会找大师开示啊。国主找大师，还不如找朝廷大臣，大家早该商量出一个对策。国主找过几次大臣，但是各有各的说法，有人建议战，有人建议和，没有一个人能提出具体有效的办法。两位大人请留步。国主在里面吗？啊，在里面。国主什么时候出来？带小的进去问问。让开！林大人，两位大人，两位大人，两位大人，等一等，两位大人，国主，请书呈无状。臣有急事，非急奏不可。急事？是。请国主回诚心堂。侯德，在外面守着，别让任何人进来。是。说吧，你有什么奇迹？国主，臣的奇迹就是，趁大宋攻打南汉时，出师江北寿州。这跟南汉何异？岂不是自惹祸端？不一样，国主。大宋出兵南汉，可他北边有北汉，他刚伐北汉输了回来，所以需派重兵防守北汉趁机偷袭。因此，戍守江北、淮南、株洲的宋军多已抽调在外，而且我朝对宋委曲求全，宋皇帝对此地是最为放心的，防务必然空虚。此时，正是我们的大好时机呀！没错，这一带本是我朝疆土，百姓念旧，必然支持。一来可以收回江北14州，二来可以大振国威，甚至可以就地征集军粮，直捣边境。国主，奇迹之奇就在于，臣马上带兵过江北上，
以寿州为根据地之后，请国主立即通知宋朝廷，就说臣举兵叛乱，请宋皇帝派大军围剿。这么一来，北汉跟契丹也许会趁机南下，那天下岂不是又大乱一次了？只此一计，便可以重创宋廷，也是我朝反败为胜的契机呀。国主，臣愿将家眷移送金陵。事起之时，请尽搜臣之家眷下狱，可使北朝相信臣是真的窃兵叛乱。此计若成，将来臣归国受赏；此计若不成，国主，请尽诛臣之家眷，以向宋皇帝表示您对他忠心不二。李仁昭，国主，这是我朝反攻的好时机，请国主采纳。你真的要拿你全家人的性命当赌注？国主，臣受国主隆恩，无时不思报效国家。国主，臣训练的水师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此事关系这么多人的性命，这要好好想一想。国主，臣一片至诚啊！正因为你一片至诚，朕又怎么忍心呢？国主，你为什么要学弹琵琶？因为臣妾想姐姐。国主，臣妾现在要学姐姐弹琵琶，臣妾一定会努力，臣妾要弹得像姐姐一样的好。佳敏，国主，我们去找一个画师，给姐姐画一张像，好吗？你听着，你是你，娥皇是娥皇。臣妾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学他？因为臣妾想姐姐。朕也想他。可是你就是你，你最擅长的不是古筝吗？为什么你要学姐姐呢？臣妾不想碍着你想姐姐，臣妾不是嫉妒，不是吃醋，臣妾只是希望姐姐她能够天天陪伴你，臣妾只是希望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在臣妾面前弹姐姐。你不敢在臣妾面前弹姐姐，难道你以为臣妾这么小气？姐姐她都不在了，臣妾还用得着跟她争宠吗？你听朕说，佳敏，姐姐的死跟你没有关系，她本来就病了，不是你的责任。不，都是臣妾。都是臣妾，她才延误请太医，都是臣妾的错。你这个包袱背得太重了。如果真的要说罪魁祸首，应该是朕，不应该让你一个人承担。让我们一起承担吧。都是朕的疏忽，朕没有注意到你的心绪。你不要再学姐姐的琵琶，也不必再挂姐姐的画像。我们都知道，她活在我们的心里。
让我们一起想姐姐。好，我们一起笑着想她。朕只是……皇上，没关系。哎，你的手……啊，你的手这是以前就有的，是臣妾不小心。等过些时日，朕想封你为贵妃。不，皇上，臣妾已得您恩宠有加，册封之事就免了吧。好，朕没有别的意思，朕只是希望，往后你在宫中能有个名分。皇上，不管怎么样，臣妾都是蜀国的祥妃。这是永不变的事实。得皇上眷宠已满足，臣妾不想再要任何的名分。撤！国主，陈乔大人求见。国主。这是李仁昭得到的最新消息，南汉灭亡了。这么快？那刘畅他人呢？被宋军押送边境。当初我们这么辛苦劝他，他都不听。如今国家亡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真是蠢到了极点。国主，李仁昭再度建议，希望国主准许他利用宋军从南汉回师的路上，兵困马乏。粮食不多之际，攻其不备，不可行了。前次没有答应他，现在时机已经过了。告诉他，宋军经过就让他们过吧，不要制造冲突。李仁昭还说，大江飘下来了许多木屑，此事非同寻常。李仁昭怀疑，是上游的宋军大造战舰，是准备将来对付我朝的。木屑，是，臣也特地到江边看了。李仁昭说的没错，木屑上都有刀斧的凿痕，是在造战舰，没错。国主，我们得提防着点儿。好了，朕知道了。如今朕统一天下之大业，只剩下江南唐、吴越，还有北边的北汉了。这吴越和江南唐都恭顺天化，朕无需担心。现在朕最在意的，就是北边的北汉了。皇上，北汉固然可恨，但是战略上，臣还是建议把它放在最后，还是要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。待全部统一之后，皇上就可以全心全力来对付北汉了。是啊，皇上。我们应该一鼓作气，灭了唐国。伐李煜和伐南汉不同，他们江南有强大的水师，我们首先得督练我们的水师才行。皇上，
这南汉都灭了，断无留着江南堂的道理啊！朕并没有留他。赵普，再次下旨，催李玉兰。